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仔日是光复节，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甲市长候选人高士博以及党籍的议员，特别前往永康正中新城的蒋公堂上头前献花，感念前人对抗战的付出，同时也呼吁市民爱选择一条会当互台湾和平发展的道路，互外地打拼的囡仔会当转来故乡发展。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节，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高士博陪同台南市党部主委车龙介、甲党籍议员以及支持者，一透早就来到永康的金钟新城蒋公铜像头前献花纪念，同时嘛为普悠玛事故的罹难者默哀。主委及候选人向蒋公铜像献花。全体人员向蒋公铜像行礼致意，一鞠躬。我想蒋公一路走来，除了光复台湾以外，到台湾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横贯公路，我们很多建设，包括蒋经国总统带来的10大建设，让我们今天台湾得以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一个范例。那可是看看最近这几年，台湾是如何的衰退，台湾是如何的凋敝。我们每一个人，台南、高雄，我们的孩子都要北漂那怎么办呢？各位，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我们高士博跟韩国瑜，我们在台南带给了大家一个希望。到底大家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路？这跟历史非常有关系。我们跟大家报告，国民党希望让大家走的是我们台湾能够和平发展，能够创造富裕繁荣。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可以跟大家非常200%的确信，国民党这个历史定位才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繁荣，才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和平。高士博表示，国民党举行献花仪式，除了是要感念抗战胜利，嘛要缅怀经过先生树大建设，为台湾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对照即马民进党执政的阿爸，高士博嘛呼吁市民爱选一条会当互台湾和平来发展、繁荣的道路，互伫外地打拼的囡仔会当转来故乡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林士杰上午召开记者会，强烈批评对手罗群虎。伫冠村造势时阵，批评台湾人文化的淡化，已经制造族群的对立，表示遗憾，要求罗群虎爱公开道歉。对此，罗群虎回应，选举期间伊从来无攻击过对手，即马却被对手中伤，认为是扭曲。我爸爸会打老婆，我真的看到我爸爸打老婆，我真的很讨厌。可是我走到建村的时候，建村的伯伯。第一段21号，罗群虎伫南区大南国体选举造势，家己爆料讲家己的老爸会拍某，互伊心痛。不过冠村的阿伯拢非常听某，台湾人根本无度比，真侪台湾的文化是无好的文化，这款的谈话，互另外一位参选人林士杰感觉遗憾甲抗议，认为伊为了抢选票，无惜制造族群的对立，强烈要求伊向社会道歉。行来讲，正是不管是黑人、白人，只要住伫这个土地、认同这个土地，拢是台湾人。但是，咱知影，罗群虎议员为着选举、为着选票，伊这种言论一定造成着这种族群的矛盾，甚至会造成着这个族群的对立。咱感觉非常的遗憾，嘛感觉非常的一个严重的抗议，甲一个谴责。
面对林书记的强烈指控，陆坤豪透过家己的脸书回应，伊强调从来无攻击对手的过往，对手竟然扭曲伊细汉时艰苦的回忆，指控伊听惜家庭的用意。伊引用韩国瑜所讲的，拢2018年也搁咧拍作军牌、操作升级，真正是非常的老。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愈接近选举候选人的活动，就愈来愈多。尤其为了吸引选民注意，当时宣传证件，候选人拢会推出侪侪文宣品。其中，东区议员候选人蔡宏全，就结合环保甲限制塑胶议题，推出环保在即个曙光。民众只要伫个竞选总部成立同工，捐发票做公益，就当免费兑换。东区议员候选人蔡宏全为了响应清净家园，强调选举无要插旗啊，无要用广告车，只靠着一台面包车甲脚踏车陪伴伊行路拜票。加上东区的选情即间绿色减一色，互选情更加紧张。因此，蔡宏全也特别推出一系列的纪念文宣，更加结合环保、限制塑胶的议题，推出环保材质会当自然分解的树果，并且得到共党籍的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大力来合乐。我长久来一直推动环保的一个想法跟运动。从学生时代也是那个环保的学生工作大队，一直到从政之后，其实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去改变选举文化，包括这一次我也特别这个不插旗，然后不用广告车。那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那个 idea 来行销，所以呢这一次也得到很多前辈的帮忙。那所以我这次特别推出环保吸管，那每一组的环保吸管里面呢，有一支粗的可以喝波霸。那么还有3根细的这个都可以使用。那这个非常珍贵，因为目前我们台湾的环保吸管这个都是外销。那么它可以这个可分解，用玉米成分制作所以它埋在地上会变肥料。我觉得其实环保的口号人人会喊，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多。那很感谢，也很谢谢我们蔡旺全议员他所提出的新的概念。我每次选举看到，不管选举的场合看到的这个选举文宣都是。摆一大堆浪费的，然后那选举那个场合结束了以后，就地上丢一大堆很多选举文宣，我觉得蛮可惜的。那所以能把选举文宣跟环保概念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好的概念，而且这是生物可分解的。那这欧洲议会已经在最新透过了，在几年内就要完全限速了。那我们觉得其实台湾不能走在太后面，其实落后也不能落后太多，所以乐于见到蔡议员所提出这么好的一个概念。创全文产品对于便条纸、牙线包、口罩，甚至菜瓜布拢有，强调拢是甲市民日常生活有关。即届会更加推出玉米材质会当分解的树果，不但有欧盟加美国的认证，而且佮搭配公益活动，民众只要伫个27号。总部成立同工，捐赠发票予公益团体，就用免费取得一组环保树果，数量有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几天来，北区区公所伫个文化局的辅导之下，成立社区营造小组，透过文化、环保、防疫等等来改造社区。27号下晡将伫个开湾进行公园，透过闯关游戏举办大型的成果发表会，邀请民众去到老咧。这台就是振兴社区甲环保局合作所推出的全市第一台太阳能车，伫现场里长的朱家碧甲彭美芳甲大家分享，开始开发这款环保能源，不止成为移动式的发电，会当四季轻松煮食，买当投入救灾，成为一大焦点。很感谢我们的区长帮我们引进这个计划，然后跟环保局一起配合这样子，然后这个车子在我们社区里面现在是最红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到巷弄去办活动，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也可以在巷弄邀请我们的长辈或是乡亲一起来享用我们的咖啡，然后一起爆米花，然后一甜点这样子。所以这一台真的非常好用。除了振兴社区等下营造成果以外，台市北区伫文化局的辅导，今年也有建家社区、信安社区等15例，包括文化、社会福利、治安甲防疫等成果，上午拢先伫公所4楼宣传，
到时27号就伫开完振兴公园，也是原美国学校的所在地完整展示。透过闯关游戏，邀请民众拢来参观，具有教育意义。诚心邀请咱所有好朋友10月27下晡3点，伫咱美国学校来参加，来参与到咱北区社区营造的发表。那另外呢，伫迄天的阴暗7点半，嘛伫原所在咱文化局艺术禁区要伫遐办一个喜欢 party 的蚱蜢。迄是由咱如果剧团伫遐演的儿童剧团，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公司表示，以后所有成果拢印成专册形式，甲所有市民分享推广。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宝可梦的热潮风靡全世界。即马游戏公司第一届甲台南合作，11月1号到11月5号期间，伫基美博物馆顶30个景点，将会出现全球限定罕见的宝可梦糖好粒。台南市政府预告，近5天将会吸引20万的人潮。伫台北市长李梦燕、观光路局长王实施甲合作游戏公司以及基美博物馆副馆长等贵宾的共同宣告，第一摆宝可梦以城市的规格来举办的活动，11月1号开始就将伫台南登场。市府表示，该活动真正是未演先轰动，已经吸引国内外玩家来大台南，和饭店客满。预估5天将吸引20万人潮，市府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盛事，我们也都准备好，包括奇美博物馆也提供最优质、最好的这个环境。那么另外也准备相关的有美食区哈。那另外交通的接驳，也鼓励大家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包括公车、火车来到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大家在抓宝、寻宝也能够注意交通上的安全。那市民朋友也会以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各地来的这个玩家来到台南体验台南的美食跟文化。宝可梦伫全球所带动的抓宝热潮，即摆专门甲台南合作，透过影片宣传，竟是一段有利的行销。市府观光路局表示，到5号期间，每一天拢限定甲罕见的宝可梦将出现伫大台南，也有实体红仔甲皮卡丘限量的抓无仔，会让讲处处拢有惊喜。第一个就是除了奇美博物馆之外，在全台南30个景点，我们都还有特殊惊喜。惊喜是什么？要到时候才知道。那第一个就是在现场，我们还有皮卡丘跟伊布的人偶，每天4个时段在这里陪大家做现场表演萌系的游行，所以那个时候来可以跟他们合照，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第3个呢，就是我们在现场还有每天有在8个地点2个时段发送皮卡丘纸帽，这个是你可以带回家的。到场参加记者会，立委黄伟哲表示，虽然选战压力真大，不过伫无聊的建议发现抓宝较受舒压甲疗愈的效果。这摆活动竟是真好的城市行销。觉得说自己就有点那种抓宝欲啊，想说抓了这个还要再抓，可是我真的自己不是很坦白讲，我还是以后我还是要想办法自己还要克制一下。那不过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作为一个吸引许多的梦迷们来这边玩，吃住玩，我觉得其实也是好的。
受欢迎国内外民众到时拢来台南，而且保证有食阁有掠。毋过提醒大家，也是要以公共运输作为第一选择，避免塞车，加当安全掠宝。但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2018新市舞蹈节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的舞蹈代言人选拔是只要年满16岁，无限制婚姻的状况，所以吸引更加侪对舞蹈产业了解的人报名参加。总共有47位男女，其中阁有外籍人士、甲专业的 model， 甚至有阿嬷级的人前来挑战。新市区农会推出舞蹈10年有成，唔但顺利带动出口的成绩，而且佮开发出一系列的周边产品。为了带动营销，并且举办代言人的选拔，只要年满16岁，而且无婚姻的限制，拢会用个报名。今年总共吸引47位的参赛者，其中中营女中伫个校方的鼓励，有7名学生报名。另外，嘛有外籍人士、专业 model， 甚至少年阿嬷拢前来挑战。大家看了都忘了拍手呢，加油加油一下下。今年毛豆节的这个代言人选拔活动呢，今年报名的人数有58个人。那从16岁到50几岁的这个年龄层是非常广泛之外呢，我们还有来自不同的国籍跟这个民族的这个参与哦，所以今年参与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多元化的。那今年参与的这个参选人他们的这个素质感觉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优秀哈，所以今天的选拔活动看起来非常的热络。参赛者分组上台，有助手、舞蹈产品的介绍，最后经过评选，入选有7名舞蹈小姐、3名舞蹈先生，将伫11月3号伫南科舞蹈园来进行总决赛。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做伙参加，为最佳的舞蹈代言人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京都瑞凤堂金刚艺术盛会展，现主是来到东区的购物中心做展出。现场会当看到日本的金刚大师云雄先生的侪侪创作，而且也因为每一件作品拢是全手工制作、独一无二的，所以盛会展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观。日本京都瑞凤堂金刚艺术盛会展。25号下晡，伫南胖购物中心举办开幕记者会，现场邀请到购物中心总经理廖梦胜以及营运的干部共同出席开幕，并伫现场观看日本金刚大师云雄先生亲身示范如何一锤一锤讲出日本顶级的金刚之水。江戸時代に关于金工的历史是来自于江户时代。那到了进入了明治时代之后，开始发展出将金属延展的技术，就是说，就所谓称之为锻金的艺术创作。那我的金工技术创作就完全承袭以前明治时代的创作方法。我也是跟随着以前的老师叫关谷四郎，他是日本第一位叫锻金艺术的人间国宝。我也传承他的工具，一起来做这一次，延续着他的创作的精神，来创作银虎艺术。这条巡回展目前正在购物中心1楼的广场展出中，现场会当看到云雄大师18件全新创作，每一件为材料到创作全程手工制作，欢迎喜爱日本顶级工艺的民众前往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戏感是台湾死亡率上悬的癌症之一，其中有8成以上拢是非小细胞癌。因为症状甲一般的疾病真共款，所以真容易被疏忽。发现的时阵拢非常的严重。安南病院中医部主任黄生腾指出，配合中药治疗，会当延长病患的存活率。做回来了解。肺癌是个人死亡率第1名的癌症，真大原因拢是被发现时已经末期。其中肺癌有8成以上拢是小细胞癌，治疗方法基本上就是手术、放射治疗、化疗、标靶药物，但这几种方法拢有副作用。所以安南病院中医部主任黄生腾表示，如果在治疗当中搭配中医，嘛当有效改善副作用，提升存活率。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就是非小细胞癌哈。
接受这个放化疗跟标靶治疗后的病患呢，有中药治疗跟没有中药治疗后，我们发现呢，就是有中药治疗的病患呢，那么他的这个5年存活率呢，有明显的增加。那么同时呢，这个病人如有接受中医药治疗的话，那么他对于一些放化疗以及标靶治疗的一些毒副作用比如说标靶治疗里面它会造成皮肤疹甲沟炎流鼻血或是容易腹泻、肝功能异常。那么举凡这些毒副作用呢，那么中药呢在这方面呢，对病患大概都有一定程度以上的帮忙那么间接的可以改善他的一个生活品质。医生嘛强调，询问合格中医师搭配西医治疗才是上佳有效，同时嘛要适当运动加休困，在当地治疗癌症的路上得到上好的效果。台南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